真是啊，你嘛莫安尼，我钱借你已经半年啊呢，你嘛好害我。莫安尼拖拖叫啦，2天拖7、8摆，当啥物情形啊？啊，就甲你讲无钱就无钱，你是咧拖啥？啊，无安那啦，人嘛点点啦，你是在刁你啦。哎呦，你这款人啦，借钱的时阵啊嘴笑笑啦，啊你要甲讨钱啊面喊啊恶着安尼。那你讲这句话，你就足无道理的啊，对哦。人阮阿爸欠你的钱的人，人伊都放袂记你啊。啊，你这么钱借人，你定人记条条，你也足无意思的，你知啊？啥？安尼意思毋着我唔对了？我不应该钱借就对啦。唔是，你不应该共讨。哈？哦，恁两个爸仔囝，共一个鼻孔在喘气的。当然咯，爸仔囝拢嘛共空在喘气的。咱阮两个吼算共户口在来，我用共本的户口簿，伊排第1坎的、第2坎的，阮安尼啊，我当第3坎的，你知啊？对。啊啦，毋是讲吼，我无要还你钱啦，啊，就即摆就无才调哪还嘛，对毋对？我嘛是有想要还啊，啊，话我讲倒转来，袂当怪我，
怪阮爸母无放财产互我，毋才会今日这个落魄，对毋？所以讲阿爸，你后港爱认真赚一寡财产，通啊放落来互我，知无？哼哼，恁这对爸仔囝叫做安怎，你知无？俗语一句就是讲，欠钱怨债主，不好分爸母啦。